馬太福音第3章，嗰時施洗約翰來到猶太嘅曠野傳道，佢講：你哋愛希切罪惡，因為天國會實現咧。約翰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講嘅人，佢講：在曠野有人喊講，愛準備好些主嘅道路，修出其所愛行嘅世路。約翰着定駱駝毛做嘅衫，腰間套定皮帶，率草莽老也捧堂公義的。眾人對耶路撒冷猶太全體老約旦河一帶地方來到佢面前，佢哋承認自家嘅罪。約翰就在約旦河為佢哋行洗禮。約翰看到許多法利賽人老撒都該人也來要求涼洗禮，就對佢哋講：你哋要屠殺，上帝嘅審判會到咧，你哋要留到三隻開嘛。我用行為來證明你哋已經希切罪惡，唔好留到亞伯拉罕係你哋嘅祖先，就做得免受審判。我老你哋講，上帝能對掠條殺條為亞伯拉罕錯出子孫來，布條已經並在樹根當落，凡無結好果子嘅樹誒，全部要斬斷，跌落破地敗。我用水為你哋行洗禮，表示你哋已經悔改，仲係嘅比我較慢來嘅。我用聖靈老火為你哋行洗禮，佢比我比太清多，我就是太其寬海，也係無資格。佢結束拿定背旗，愛將大麥床並槍，將麥嘅輸入倉庫，將香嘅用永遠不滅嘅火燒脫。嗰時耶穌對加利利去約旦河見約翰，愛對佢涼洗禮。約翰想愛改變佢嘅主意，就講：我應當接受你嘅洗禮，你用辦反轉來求我。仲係耶穌應講：也下愛按樣行，因為我哋按樣做係實行上帝嘅旨意。所以約翰就順佢嘅意思。耶穌涼洗禮以後，就是對水中上來，天就為佢開，佢看到上帝嘅靈像一架嘅按樣降下來，落在佢嘅身上，同時對天堂有聲音講：這係我所設計來的，我所歡喜嘅。